想如意喜圆满。伟大的释迦牟尼佛降临在这个人世间呢，传授了这么多的弟子们，然后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佛法更好的延续下去。这种罗汉的境界上面，虽然我们没有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大慈大悲，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慈悲力啊。那么在大乘佛教里面呢，这种让所有的众生呢平等往中间靠的这样的心态具备以后，希望每个众生都脱离苦难脱离苦难的心，我们也要有。当他们远离了苦难，众生都是平等的时候呢，那么希望他们一起的能够得到快乐的心，我们也具备。那这样的话，最后希望他们都有一个成佛的这样的心，而这种快乐的是什么呢？永恒的快乐。作为慈悲喜舍里面的这种喜这个概念呢，是不间断的快乐的意思。具备了所有这样的条件，而且不能只是说我们知道这个词而已。我相信所有你们都对这些词都一点都不陌生，每个人要背也是倒背如流，但是有没有每天都去思考一下，这样让自己根深蒂固的理解什么是平等舍，什么是大悲什么是大慈慈悲两者是分开的说。一个是希望所有众生不要有苦难的心，叫做大悲心；希望所有众生能够远离痛苦，得到快乐的心，叫大慈心；希望所有的众生呢，永远能够维持快乐，这只能成佛才有，这样就大喜的心。慈悲喜舍具备了，四无量心就是一个大乘佛教徒该具备的愿力有了这样的愿力以后，它的基础建立在哪里呢？皈依上面基础建立在皈依上面。皈依呢，印度以前的那个印度的梵语里面呢，称为什么呢？Sharana Gacchami。所以我们你看，听到小乘佛教里面念皈依是南无布达 Gacchami 这样所以这是皈依的这个词的这个梵文那原文的意思呢，大家都知道，你看我们都说皈依皈依皈圣跟依附于它这是中文的词里面的词我们藏文里面呢翻译成 Sjab 这个词呢就更容易听得懂他在说什么。Sjab 是什么呢？就是庇佑，就保护的意思保护的意思。若是什么呢？融入进去，融入进哪里呢？融入进佛的保佑，佛法的保佑，僧的保佑僧的保佑，佛法僧三宝的保佑，这就是皈依的意思。那么当然这个皈依我们要知道，我们刚刚都在讲菩提心，但是如果基础上面呢没有一个脱离轮回的出离心，没有皈依之心的话，我们发的菩提心也就白白浪费。你忘了你是佛教的，你忘了你的要脱离轮回之心。你每天发的皈依也好，每天发的念的皈依文也好，发愿文也好，都只是短暂的为了我们轮回当中给自己累积点小福报的话，那就太浪费我们的这种暇满的人生了，暇满的人生。那么皈依也可以有基础，可以有两种。我们今天简单来讲一下这个，有两种一个是世间的，一个是出世间的那么世间一个是意世间意是世间的心态，有思想是世间的心态；一个是对境的是世间的
这种皈依啊，一个是小圣式的皈依，一个是大圣式的皈依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要皈依啊？你看我们现在在座的都是皈依了，有的很多年了，我只看在座的皈依的超过20年的老弟子有，啊，那皈依的1、2天的也有，最晚啊。那么大部分都皈依了6、7年、7、8年以上的啊，这多一点。那么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皈依呢？我们昨天也讲过，这种心态呢分很多类啊。虽然我们有的皈依了很久，但是还是难免不了俗气式的皈依啊，世俗式的皈依。为什么愿意去接受佛菩萨？当然，第一个重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他会保佑我们。如果一个人有了皈依，那么就会受到佛菩萨的加持。所以呢，先知道有他们的丰功伟绩，比如像我们知道伟大的释迦牟尼佛，他的大慈大悲的精神啊，菩萨们的大慈大悲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啦，文殊菩萨的大智慧啦，啊，地藏菩萨的这种大愿力啊，普贤菩萨的大行动力啊，等等等等啊，金刚手的大力啊，大势至。因为这样去皈依，寻找皈依的也有。如果为了有庇佑恐惧的心态，比如像我们现在身体有疾病啦，心里有烦恼啦，感情出了问题啦，事业出问题啦，家庭出问题啦，等等等等，或者没有出问题，我们也希望它圆圆满满，能够这样长期维持下去，越来越好了等等。世间上一个是前者是庇佑，就是希望得到保佑的心态来皈依的也好。后者是希望自己生活更美好，啊，哪怕今生好，来世能够越来越好，哪怕是脱离轮回也好，这些都是有美好的愿力来皈依的。那么更殊胜一点，是为了众生而来求皈依的，那就更是殊胜了，是吧？更是殊胜。但我们要知道，皈依的对境，诸佛菩萨到底是指什么啊？都是指什么？佛到底是指什么？你看，我们刚刚讲说，希望所有的众生早日成佛，我要成佛。那佛是谁呀？佛，我们简单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印度语啊。布达这个词翻译成中文，我们没有直接翻译它，就直接用了它佛陀布达这个写成中文写成佛陀了。只有直接把它简单化，连陀都不用了，直接叫佛了。它是一个印度梵文古语。那么从字义上面去解释它的话，我们藏族人把它翻译成桑吉这个词啊，桑吉。桑是什么呢？醒来了，睁开眼睛。杰是什么呢？发扬广大了。从所有的无明啊、所知啊，这一切的黑暗当中苏醒过来了，得到辨知一切者的能力了，就觉醒、觉悟了啊。所以简单来讲，佛陀这个词呢，就是觉悟者，是吧？觉悟者是一个用小圣的解释的话，是一个凡人经历了荣华富贵以后，觉得荣华富贵带不了快乐，离开自己的皇宫，苦行6年时间，然后觉得自己又偏向了一个执着边，为了导正自己，听到美妙的声音，告诉他犹如弹琴，弹琴手中琴线会断，手琴拉不出弹不出美妙的音乐。说佛陀在打坐6年以后，只剩下皮包骨的时候，空中飘来这样的一个弹琴的道理：琴弦呢，手太重会断弦，手太轻呢，弹不出美妙的声音，拿捏时钟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也就是说，不能太过度执着于一边了。
所以呢，佛陀放下苦心，接受苏加达一个牧羊女也好，牧牛女也好，我们藏传佛教都翻译成牧牛女，内地翻译成牧羊女苏加达啊，多头牛脂也好，羊脂的精华乳液，然后身体就像黄金一样闪着灿烂的光芒，离开他修行的地方，到菩提盖。经过一夜的思索，在凌晨诚心开始闪烁的时候，佛陀觉悟了轮回的真谛啊，所有一切根源的烦恼破除了，烦恼觉悟了。这位佛呢，在小乘佛教认为他就是法身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啊，自己啊。这小乘理解的佛，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说佛是一个觉悟了的人，人是还没有觉悟的佛，是这个词，就是因为这样。小乘佛教认为佛不像我们大乘认为佛是从天而降，本来在天界他就像现在弥勒佛一样，早就成佛了，早就成佛了，只是为了慈悲众生。就说佛降临世间，以他行12个不同的这种作为，就从天而降，入母胎降临，然后当国王出家啊，然后呢苦行啊自落法，然后苦行啊，最后呢是成佛，到天界传法，从天而降，破获了一生，进入涅槃了等等，就是佛一生的佛性啊，这想想佛性12一赞，我们念的那个佛性12义啊，这个是大乘佛教认为佛陀本来就是佛，小乘认为佛是一个凡人，就是因为苦心成就的。